算是在宝贵人家生活归地，阳光星星拢无回去，加心心可变也意，完美一年电灯记得求你甘那愿好路，情自是上听人温和，欢喜幸运愿求托，你的祝福充满在这，求你保守永无错。好，第四抓遐吼，第20个第四抓是充满在座，受你保守永无错。毋过第30个是无穷，第30个第四抓是后壁是无穷吼，无共款无错甲无穷。好，咱搁唱第30甲第40。一声求主降临会中，求你是阮全会中，阮电小山万米当中，无全输好，也无限量，通地官兵在你手中。生悲上帝，感谢圣经来降世，前后白行三位一体，永远不变到万世。稳定主必永更宽恕，水过基金拢无退。上后壁第四抓是自古及今拢无退。好，咱唱第三抓的后壁。第四抓自古及今。嘿，自古及今。好，啊，第三抓的最后是阳光未回，永无退，永无退。吼，小可无共吼，无。好，咱搁唱第三抓吼。第三节。第三节的第四节的第三抓。第四节的第三抓，好。永远不必到万世，稳定主必永更宽恕，主国基金拢无退。好，咱搁掀开第168首。咱先来听金的声吼。好，咱做伙来唱第1节甲第2节。求主福音教会，存你本人心处，愿你我渺无落的位，感化真龙听书，求主福音教会，求赐分的心志，只是本得为花的花，因你万年的基。
来较注意第二节的叫醒昏迷心智，即是本道袂花的火，本道袂花的火。好，咱搁唱焚就是吹啊倒，就点倒，吼，毋是焚火哦，毋是是焚甲迄个要花的火焚落倒，吼，焚落焰，吼，焚倒。袂花的火安尼。好，对，真好，嘿，第一真好。好，咱搁来唱第二节甲第三节。有主分显教会，有气分的心志，只是本得美花的花，因弥漫灵的皮，有主分显教会。第三节阮要注意的有，迄第二节的兴无活水的溪，互阮心生奋起。好，毋是奋起，对，奋起，对，真好。好，咱搁来唱第三节甲第四节。奋起，不是奋起啊。有主分显教会，互咱心灵听你，随达兴无活水的溪，互阮心生奋起，求主分显教会。将我信心温书，互因真理片段传递，眼光拢归你主。好，咱做伙来唱会前的诗363首。兄弟平安，请咱将手机关机，也是静音，安静咱的心，用心灵甲诚信来敬拜主。
你所竞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人真有福气。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圣诗164首，基督做咱坚固地基，起立来吟。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定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16篇，诗篇67篇。咱用启应的方式，同齐来读上帝话。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学劳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学劳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同心来祈祷，全能搁满有慈悲怜悯的天父上帝，你是天的源头，是你拣选阮，你予阮有福分，成做你的囝儿。
搁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这是何等的福气！阮感谢你，主啊！阮搁一摆要谦卑来到你的面前，为着阮的自私、贪婪、无好目、骄傲，听即世间甲世间的面较大伫你，才会歹款，求你来赦免，怜悯阮的软弱甲欠缺，转变阮的心，互阮话放落旧的我，无主的基督，主基督的款式，回去是物价。成做忠诚、忠心、益人的信徒。主啊，你是阮教会的头，但愿要为着这共同的体，阮的教会来祈祷。求你圣神充满运行，恢复教会起初的疼心，尊主最大，兴起更较侪的同工为合一，为着上帝国度无大事。这是阮的责任，因为你教是阮讲，既若有诶要互伊有剩，无诶连伊所有诶也要摕伊。求主帮助阮有同心合一诶心志，同心结连伫基督诶身躯，发挥教会诶功能甲权柄，抵挡撒旦诶偷摕、杀害甲灭无。求主帮助，互阮有丰盛的性命，伫阮的城市、阮的国家发光做盐，将一切荣耀归乎主。阮献上感谢甲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学乐，圣歌队要用主教歌带咱来学乐。
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以弗所书1章15节到23节，台语和日本第219页。以弗所书1章15节到23节，台语和日本219页。上帝话安尼记载，因为安尼，我既然听见恁中间伫主耶稣的信，甲显出伫正圣道的仁爱，就为着恁感谢无煞，祈祷的时少念恁，求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光的爸，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来亲捌上帝。恁的心目得到光明，互恁知伊吊人所仰望的是怎样，伊的业伫圣道中荣光的富有到怎样，搁知伊的权能伫咱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照以前所捌行伫基督大权能、大气力的功用，互伊对死人中搁活，伫天里坐伊的大名，搬过拢总办正事的、掌权的、才能的、治理的，甲一切所号的名，毋那伫今世，也伫来世，搬过远远，搁互万项有降服伫伊的骹下，搁将伊做管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教会是伊的身躯，伊所充满的，伊也用万有充满万有的。林牧师要用教会是基督的身躯来证道。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分享以弗所书第2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安尼换句话来讲，基督是教会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是你的身躯，你是教会的头。你是用万有充满万有的，你的荣光、你的权能，对阮遮的信的人大到怎样？求主你，互阮明白，你的疼、你的恩典无限量。阮即时要来恭敬领受你的话，阮求主你，互阮明白，才当活出真理，来起造荣耀的教会。阮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罪人祈祷未肯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顶礼拜有讲，即个以弗所教会，伊生做虾米款？伊是一个海港，搁伊内底有即个庙，真大的庙，甲台湾真相像，咱伫台中就有即个。大甲、妈祖，足侪民间的宗教，伫以弗所教会共款面对，但是重点就是讲，毋通甲因共款，毋通甲世界相像。因伫拜的，因伫信的，因所做的，咱毋通学因，毋通效法即个世界。因为到落尾，事实证明，即个庙安那，剩几枝条啊，所以罗马书讲毋通。即个世界，因为即个世界的款，毋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心意是善良是顺转，也唔通学法利赛人。哦，咱基督徒爱说你，哦，耶稣讲唔通变做迄形，哦，迄嘛是歹款，哦，唔通变做迄形。基督徒爱有听，爱活出上帝心意。哦，所以咱就是要来望来敲吹什么款的教会，才是理想的教会，唔是人在看理想，是上帝在看有忠心的信徒。所以上帝爱咱学耶稣，效法基督。这是伫雅各书我有分享的相片，咱去看吼，看耶稣，自行看耶稣。当然，这是一个现代人所扮演吼，所扮的耶稣。但是对这个中间，咱检查会当去体会到圣经内底4本福音书内底所讲主耶稣的形状。啊，耶稣嘛对咱发出一个邀请，来跟对我，来跟对我。唔通跟对这个世界，对我行，我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对耶稣行，咱会行到倒位？行到天顶啊！对世界行，世界的结局就是沉沦，就是灭亡。你要对倒一个行？但是世界是多数啊，基督徒是少数啊。伫台湾基督徒有偌济？讲5%、6%，有时这是7%、8%，检测伫台北伫多市，讲有10%。但是这有时是小可碰风啦，包括伫倒行教会，有的基督徒嘛活了安那，没有活出真我，无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迄个大权能、大气力，彼此相听有合一啊，搁去传福音，骹步一垂，方向一垂哦，教会。咱今日要思考就是讲，教会确实是基督耶稣的身躯，但是大间教会的这个状态无共款。啊，咱每一个人嘛是基督耶稣的身躯，耶稣嘛踮伫咱，所以咱个别比起做，啊嘛做伙比起做。啊，只不过这个身躯有健康无健康，有用无用，会做工袂做工，就是讲有协调无协调。你看有的人。行路就是足美姿美仪足有办，啊有人行路就是安那行了无好势。啊，你看一个部队在行军，有的部队就训练了好，1、2就骹步一垂，方向一垂。啊，你看有的阿兵哥也是讲有的过去这个。拢来的时阵，就是无真好势嘛，懒惰安尼，就是选，就是讲素质无好。啊，你若看西点军校，你看就是伊有自我要求，你看宪兵因就自我要求，穿了好势，啊，所以共偏偏是基督的身躯，但是有的是较营养，有的较无营养，有的较用，有的无用，有的健康，有的。无健康，有的真认真地活，连接伫基督，连接伫头；有的无认真地活，凊菜菜。所以咱今日爱想讲，你是基督耶稣身躯的一体，唔免怀疑，但是有可能是无健康的迄个一体。我请问咱，我找到这张图真有意思恁右看卖这个所在伫倒位？恁右有无？右会着无书送你一本册，应该是右无啦你感觉这是伫倒位？我搁甲恁提示，毋是伫台湾，你看迄屋檐顶悬敢若是一个菜市啊，但这个菜市啊顶悬有雪，迄个屋檐有雪。啊，你看这支电话号码，毋是09开始的。佮开放较大咧，那什么小吃店？好，恁约无啦？这伫美国，伫纽约，
想得到吗？我真正敲一支电话去哦，无啦，我电脑问迄个 Google 甲伊问，这支电话真正是美国纽约第7街就是一个所在这支电话边仔拢是什么中药房拢是迄个但是纽约嘛真大啦，这是伫布鲁克林就是较落伍的所在，是讲迄个较复杂的所在。为什么我要找这张图咧？就是讲美国有真侪移民，但是移民来到美国这个新的国家的时阵，因是望你来上一个成人的，不是主流学校，你来学美国的语言，你来学这个公民与道德，你要来不要紧啊！你通过移民署，甲你通过，你就做美国人的一份子。但是咧，真侪人可能咱看到这个中国人。华人去到一个所在，伊无爱照迄个所在生活，因偏偏要用一个小团体，讲阮就无爱去上遐个，阮来弄一个唐人街、华人区、中国城，这张是伫敢若是伫这个加州旧金山还是洛杉矶，真侪所在啦！你看美国闹热的所在，拢有一区就叫做。唐人街也是啥物？这个人就变做尾来你去到遐，你嘛唔免讲袂晓英文嘛，袂要紧啊！你看这张图讲，其实你活伫遐除了是享受美国好的以外，你看起来就亲像伫你原本的国家，所以你甲原本的文化佮搬到遐，你会感觉格格不入，人伊嘛感觉你怪怪，永远无法度进入到迄个文化。所以教会应该有教会的文化，就是天国的文化。当然牧师毋是讲咱定要去参加这个特会，但是伊在讲的确实是真有道理，而且是符合着圣经的原则。就讲咱应该甲世界无相像，入来教会就要有教会款，要信耶稣就要有基督的款。要入到天国，你唔通将伫世上这套，佮搬去天顶。你要准备要移民，知影无？咱要对耶稣，耶稣就是道路、真理、活命。咱要对耶稣去天顶，咱来渐渐变化，心意换心来变化。所以你唔通讲，我着要安尼，我着要安尼。死教讲你着活了亲像无亲像天国的人，但是着无你。这张海报伊就讲。秘书一个人你头脑内底迄个旧的思想，你要愿意甲伊放下、放杀、摕掉。你要互圣神愿意做工伫你的头壳内底，唔通控制你啊！头壳若是顶去，就真困难啦。就足歹沟通嘛，无法度改变。咱唔通变做即款，爱好到尾啊，伊囥啥物实力价。靠耶稣的救恩入来到咱的生命中，这是一个美国真好的牧者，我嘛最近嘛在读伊的册，叫做 Bill Johnson，伊在推动讲咱应该爱准备要移民去天国啊，咱就要有天国百姓、上帝国子民的迄种款式，天国的文化。好，转来讲，以弗所书保罗就讲，我是领着上帝的圣旨道啦，我就接旨领旨，然后咧，我就做使徒，做基督徒，我就尽我的困难，去征战，去为福音，做征战迄个好的征战，我就用忠心来活出上帝所给我的稳定甲好调。后礼拜是教社部主日，牧师无伫个，我含理湾教会交换讲台。过来10月17，咱就要中一个改选。迄天我的主题已经想好就是要讲什么款的人是忠心的、有见识，会当做中职，互上帝竞选合用。这经节拍唔对，第40才对1章4节。
咱做伙来读好无？预备来，就是照伊创造世间的大成，伫基督敬咱，互咱伫伊的面前真做圣，无通嫌。吼，咱读了非常好。教会就是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你，你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你就是基督的身躯。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就是你的头。哦，你愈读你就愈明白，讲这个意思嘛无介困难。哦，因为顶礼拜咱的电脑小可有问题，我本来要分享一首歌，咱无听到，咱即马来听。哦，咱即马来听这首歌。哦，你去感受，我感觉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好，伊就把这个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讲出来。讲创造世界大成，咱就受敬，而且是要接受主的听，活出主的呼召的人，你唔通看轻这个恩典。好，咱来听吼。啊，你若想唱，在咧唱，轻轻啊唱嘛不要紧吼，大声一点点。大声一点点。你来到这个世间，不是无意义的呢。好，看到下。创造世界大成，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创世之前。三定，上帝甲咱在前动员，就是爱咱有一天结出一个理论路径。好，咱行到这就好，今日3分钟。
单吼。好，恁登去会当找这条歌吼，也是我放伫关怀群组吼。咱即摆有啥物物件，我放伫关怀群组，小组长就分享吼。好像咱来到这个世间，你唔通糊里糊涂、迷迷糊糊、进进菜菜，一生就过。吼，咱来做忠心的人，有一天要甲上帝交涉。上帝互你的财情、温数、时间、资源、钱财，你做啥物路用？还是你挖一坑就该涂骹呆落？哦，所以咱来到这个世间是第一个受疼，爸爸妈妈疼你，讲有啥物理由啊？讲你功课较好，出事了，哪知影伊功课会好袂好？啊，还是讲你哦以后就有效，哪会知影会有效袂有效？就是无条件该疼该惜。哦，咱就是安尼，但是咱爱生了好，爱亲像耶稣安尼，上帝天父上帝心意就得到满足。咱若是过咱家己的日子，无事讲啊讲，讲啊讲，做你行，做你去。耶稣招啊招，招啊招，招袂行，立袂叮当。安尼咱有一天一生的路尾，就爱甲上帝拄效。上帝就问你讲：你有听到无？有。啥人毋去行？啥人毋去行？吼，咱每一届听到你，就是望会当有所改变，有所行动，吼去行。正好，你帮我点一下，我现在无法度控制，你要点我才会回到滑鼠，可能要点一下才会恢复到这个 PPT 内底。好，下一页。所以保罗甲提摩太讲。你来到世间，嘛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迄个好的征战，牵条，甲永远活牵条条。你为着这个来世界，你为着这个被呼召。所以上帝，这句话是我昨昏听到的。哦，昨昏咱有一寡兄弟继续在。学习这个幸福小组，哦，咱继续在学习的时阵，杨启林牧师讲这句吼，讲伊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讲基督徒啊，请听啊，上帝拯救你，无关你的行为，毋是讲你较高考试，奉献较济，还是做安那，上帝就要拯救你，哦，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本来就是恩典。你得着救，除了上帝恩典，无啥物功劳。因着信，因为你愿意相信，就安尼。上帝使用你，无关你的能力。我家己去解释这句话，就讲拯救你，无关你的行为。讲你敢有真好？你甲别人比起来，甚至甲别个宗教，因伫这个组织还是其他，伫行善，因伫。好，你敢有比较好？哦，我自己解读啦，因为我讲哦，你敢有好棒棒？你敢有真好吗？啊，还是讲上帝使用你，你敢有偌高？哦，所以上帝讲啊，无你袂使，我一定爱靠你啊！哦，上帝讲啊，靠你啊，拜托咧，拜托咧。咱会记得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甲因讲。可见啊，恁吼中间受敬的有智慧的无济啦，算无几个啦，嘛算袂出来。恁受敬的人有能力也无济啦，敢毋是安尼？拢在伫迄个恩典的主，万物的上帝，用万有，万物充满万物的上帝，互即个恩典今仔日临到伫你，临到伫我，所以我拯救。无关我的好表现无，上帝愿意使用，嘛袂讲因为你偌高我才来用，你只要愿意的心，上帝就通使用你。这是我昨所学习到的，所以咱用这个来思考教会，Ecclesia一直在讲，就是教会。这个教会是真好。差不多大教派无书拢同意讲，教会是很好的名字，比教会还好。你教会你去查迄个大英词典，查迄个韦氏字典，伊内底就讲教会就是建筑物，
就是牧师、神父这神职人员，就是基督教做伙礼拜的所在，叫做教会。但是教会是讲对这个世界，上帝创造世界，但是世界无爱，光来到世界，世界无接受光，所以上帝只有对世界中间拣一部分的人，不是所有的人，对世界中间调出来、呼调出来、叫出来、可能。对万人中拣出来就是咱，但是呼调出来是要做啥？我想绝对不是只有坐伫遮好好聚会，上帝就是呼调一群人，互教会坐满安尼聚会，这敢是上帝的心意？聚会真好啊，但是千万唔通只有聚会啦。聚是为了散，聚会是为着散会。伫遮坐2点钟、1点钟的是，真好，无毋对。但是搁较要紧是离开这个礼拜堂了后的迄个22点钟，然后咧规礼拜7天，是毋是活出上帝的心意？用这个世界做好的见证，搁引带人后礼拜做伙来听道理，做伙来领受上帝恩。所以你在想，我感觉这个我已经讲过，我嘛家己嘛感觉，但是我感觉好亲像，咱无完全明白，包括我家己。所以昨昏听到杨喜如牧师伊个改强调讲，朝会很好，可是这个会好像还是不好，伊就是一个会嘛，一个会尔，会终有散会的一天嘛。所以要紧的是，毋是这个聚会了，你有得到更新，得到快乐，得到热情，讲好，我要来去传福音，我要来用这个世界做干净，我要对耶稣，耶稣怎样讲，圣经怎样讲，道理我要甲伊活出来。所以讲这是叫做，安尼才是一个有使命的团体，有使命的团体。咱的使命毋是只有伫遮快乐，伫遮聚会。咱的使命毋是只有把圣经读好，所以最近我邀请一寡青年出来服侍，起来带这个会众的领诗。对领诗的中间，伊就对歌词、对台语、对这个处较少、珍重处较少，对这个要紧的信用有一寡体会，嘛当起来服侍，练因的这个胆量。这拢是真好。总是阮伫来的时阵，常常听到咱青年无真清楚，在问讲牧师，比如讲办音乐会、音乐会的时阵，我们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教友都来参加？我就甲伊分享讲，咱一般是讲会友、教友，敢好像较无好听。你啥物教、啥物佛教的教友、啥物教基督教不过是其中一个。教友，我有时去运动，人拄着讲，因拢无叫我林牧师，因拢叫我穆斯林，穆斯林，恁教会教友有几个？我拢甲伊讲，毋是教友，阮是基督徒，是兄弟姊妹。教友好像有教才有，是因为这个什么教，我无好会友。甚至耶稣讲，恁爱做，我要做恁的朋友，但是毋是一开始就做朋友。咱圣经看者，咱看以弗所书，咱今日所读的第1章，的后壁17节有看到无？咱对15节来看，就是讲，恁中间爱有主耶稣的信，甲显示逐人的仁爱。人会讲，牧师你真好呢，有嘉宾拢提出来分享，有啥物拢提出来分享，好康的斗相报。这就是一种检采嘛，是我对实践的仁爱。我有机会见证耶稣基督的信，活出这个信仰。然后咧18节讲有5万，就是信、仁爱甲5万。对上帝、对耶稣有信，对圣徒、对未信主外邦人有仁爱。对将来、对天顶有5万。这是信、望、爱。但是你看16节，伊祈祷，祈祷啥物咧？我保罗为恁祈祷，祈祷的是少年日，求主耶稣的上帝，就是咱的天父，阳光的父，赏赐恁智慧启示的神，父、子、圣神拢有提起，然后来讲着来安那，
亲密上帝。哦，我感觉要甲上帝做朋友，无几个。伫历史中，就是摩西、亚伯拉罕，哦，几个上帝讲这好亲像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我要做的代志，敢会当隐瞒伊？伊要去毁灭迄个索多玛、蛾摩拉的时阵，罗得伫伊内底嘛，伊会得伫伊内底嘛。所以我讲我要做代志，敢会当隐瞒我的朋友？吼，然后伊讲摩西伫我全家阵中的，亲像面对面，毋是安尼吼，又袂猜是面对面在讲的朋友。然后耶稣甲伊学生讲，到今仔日我无搁请恁做啥物，吼，敢若是做学生，我要称呼恁做啥物朋友，因为我要为恁牺牲性命。人若愿意为朋友提出伊的性命的，即款是真正的朋友，吼。耶稣讲：“我要甲恁做朋友，但是你有愿意无？啊，你有摕迄个心来交换无？”耶稣对你足热的哦，付出足济，结果咧，咱拢有即款经验。哦，我对伊真好，奇怪，那最近甲伊赖，拢无爱插我。啊，我讲我去注射无功课，伊嘛无爱甲我一通电话关心。啊，咱的心就会冷。耶稣嘛是安尼，上帝嘛是安尼，所以保罗祈祷是讲，咱会当甲上帝交往，亲密交往，伫生活中甲上帝对话，讲我安尼做到底是好还是毋好？我安尼做是有信用还是无信用？哦，我安尼做是有信用的表现，还是无信用的表现？如果是无信用的表现，咱就爱认罪，求主赦免咱、怜悯咱、原谅咱，啊，然后呢，赏赐咱起来。换一个有信用的做法，好，所以这是几个哈。咱是一个团体，但这个团体检测有的人认为讲，我就是教友啊，我就是会员啊，哦，我就是有稳定出席啊，有纳奉献，吼，交会费团结，我就是会员啊，啊，我就要我有纳会，我就是消费者心态啊，看你要出啥物好的活动，互我来享受啊。啊嘛有人讲我是要做主的工，吼，所以我讲像我小组无简单，就是讲伊的要求真悬，就是愿意为福音来征战，吼，要烧战的啦，毋是要来吃喝玩乐啦尔，是真正要为着福音来征战，吼，所以赞扬迄就无共款。好，所以第二章保罗佫讲，吼，讲咱以后就毋是外邦人，哦，过去咱是外邦人，现在呢，咱是上帝厝内的人，哦，上帝家己的人，耶稣基督做即个真重的即个厝角少，哦，啊，咱既然是厝内的人，咱就毋通食硬饭，哦，如果一个人伫厝内拢无在做厝内的代志，都不做家事啦。迄就叫做人客，对无？人客毋免做啊，我毋免收啊，我毋免洗啊，涂骹毋免撸啊，拢反正我是人客。啊，人客啊，无就是讲，吼，咱毋是即间厝的主人，咱是啊带饭店，吼。所以咱既然伫教会，咱就应该爱伫教会做伙来做工啊，三甲出力，做伙来，啥物代志做伙来。啊，即礼拜啊，有看到。啊，奕晨啊，龙介因就来看到溜滑梯遐，吼，你就甲伊笑好。啊，有一寡吼茶吼，即叫安怎讲，有小可有迄个木屑吼，啊，惊迄个，伊就甲伊吼抹平打光，啊，佮订油漆，吼，啊，这是无人甲伊叫，伊就家己主动来，伊可能就是感觉啊，即个对囡仔好，对教会好。啊，然后咱讲有青年伫遮来愿意接受挑战，哦，无事甲邀请，伊就出来带歌，哦，这就是一种的产物。我想咱大部分拢有排着服侍，吼，过去有诶是排招待、排主爱餐，但是咱犹原有真侪通做诶啊，哦，咱会当去想看卖啊，教会有啥物我会当参与诶啊，哦，咱就目睭拍开来看啊，哦，你看即个花，伊也毋是家己生出来啊。咱逐礼拜拢有花，
家己生出来，遮尔神奇吗？一定拢是拜五啊拜六，哦，咱般拢拜五，就有人伫遮插，哦，即礼拜插到1、2点，吼，我还袂食饭哦，哦，伊就讲我插完安尼，哦，所以就是这就是对教会的付出，哦，搁一个分享，什么是教会？啊，就是念做伙啦，哦，记若所去的拢三联络，渐渐啦，毋是表一个就出来，教会是渐渐形成的。这个石头，哦，彼此相连，哦，要粘在一起，哦，一堆石头乌白坑堆在一起，迄无叫做厝嘛，一定爱一块一块，哦，有根基、拍地基，耶稣做出较少，然后咧砖头紧密的粘在一起，哦，这叫做三角有分伫上帝国。哦，无错，今仔用安尼，咱先去思考，咱毕竟咱要来去做教会，啊，我对教会的领受是啥物？教会对我的栽培，啊，我要怎样来回馈、来回报？啊，要怎样？哦，照上帝心意来去做。哦，最后几点哈，总结一下哈，讲。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基督是教会的头，咱就要连伫这个头，而且头就是头。哦，长老、牧师拢毋是头，咱爱听主的意思，是行伊的旨意。哦，譬如讲有一个人，吼，伫这个悬崖边。哦，啊，这个手就讲，哦，我足酸咧，哦，啊，摸着迄个石头足尖足疼，哦，我想要放开会使，头就甲伊讲袂使。为什么？你手划伫遮，你若放开，规人就跋死啊！哦，所以你爱为着其他的身躯，你爱坚持伫遐。保罗嘛伫哥林多书，吼，咱也佫讲着，讲身体功用无共。哦，身体是一个，但是机体各个的这个功用，哦，目睭袂使对手讲，哦，讲我用袂着你，我无欠用你，哦，我无需要你。头嘛袂使对骹讲，我无需要你，哦。所以这是几个吼，咱甲这4点吼来看吼，是讲身躯是连伫头。温数有分别，圣神只有一位；功用有分别，上帝只有一位。哦，伫正人的内底在运行，要互教会，要互基督的身躯得到利益，咱拢对一位圣神受洗，成一个身躯。如果规身躯拢是目睭，哦，大家拢用目睭在看，无手愿意叮当者，哦，这个身躯就无效。如果规身躯拢是耳孔，哦，就无法度闻到味，哦，规身躯是目睭，你要倒去倒位听，哦，啊讲听真重要，啊规身躯拢耳孔，咱要对倒位闻，哦，所以上帝教育的艺术家，这个机体放伫教会中，咱就彼此眷顾，彼此尊重，哦。必须彼此协调，哦，然后分工合作，做伙来去做，哦。最后，牧师问咱一个问题，要来结束，吼。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如果这个中央这个空格，咱要填什么呢？好，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吼，讲有足侪种，吼。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躯，是健康的身躯，也是。一半的人在叮当，一半的人唔叮当。哦，这是夏中间牧师讲的，哦，唔是我讲。伊讲，安尼这个教会就变做中风的身躯，因为只有一半的人在叮当。哦，求主帮助咱，哦，来思考，啊嘛来想，咱领受上帝恩典，上帝伫创造世间的大成就经咱，咱要怎样来亲密上帝，搁较听伊活出咱。上帝对咱的心意，对教会的期待，哦，咱做同心来祈祷。
至圣的主，万权能的上帝，你已经赢过世间一切的关系，你远远赢过，远远搬过，拢总办正事的、掌权的、治理的，一切的名号，拢伫你的骹，拢伫你的骹底。你的名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你的名赢过、搬过，你的名是万名之上的名。主，我要宣告你的圣名来治理全会，互万项有幸福治理，互教会成做教会，互教会成做基督的身躯、荣耀的身躯，愿你来成做管万有的头。互你充满万有的，也来充满伫你所听的教会。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基督徒，阮做伙被起造。你啊，互阮伫生活中，伫今日礼拜后，来为主活出迄个荣耀的呼召。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用圣诗168首，求主复兴教会来回应上帝听，起立来吟。请坐。奉献的部分，请咱游玩礼拜后将现金放伫奉献栏。兄弟若无方便来教会，也会当利用邮局发拨。奉献的诗，即是阮教李圣殿，请咱起立来吟。主爱看顾阮，互阮台湾伫今年的欠水甲疫情的时阵，依然有你的保守。阮为着阮教会渐渐恢复的实体礼拜来感谢你，也为着阮教会伫疫情严重的时，尽心尽意排斥网络媒体，任命拍拼来开设线顶礼拜的兄弟，因所奉献的事工来感谢你，
若毋是你的慈爱甲阳光光照阮，阮实在无遮的气力来成就遮的事。阮当献上淡薄的金钱来求主接纳，愿照你的宽容，将伊用伫伊所需要的所在。阮的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本周金句，咱先开周报第3面。搁互万行有降服伫伊的骹下，搁将伊做全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以弗所书1章22节，请。搁互万行有降服伫伊的骹下，搁将伊做全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以弗所书1章22节，搁互万行有降服伫伊的骹下，搁将伊做全万有的头来赏赐教会。以弗所书1章22节。本周自会表、礼拜事奉表，请咱家己注意来看。周报第4面。小会公告第1点、第2点，我来做一个报告。照目前防疫的规范，咱的教会即马目前会当礼拜人数会当达到188人。原定伫金主日临时和会中级改选，伫9月24小会议决，要改伫10月17主日来召开。请咱陪产会员也是会友，来向咱的关怀小组长来报名，也是请假，因为迄天咱要准备中昼顿，要伫礼拜后和会选举了，才要来做发送。出席和会是咱每位正式的会员爱做的责任也是义务请咱来关心大岛。嘛，请小组长伫10月7号进前，会当将名单人数予咱的行政干事以便来定便当第5页、第6页，才有咱教会中级改选的办法，请咱家己来注意看。伫第6面这本会消息第3点，因为年假所以咱的中执会10月份的中执会要改伫10月17来召开。团契甲小组的消息，以及关怀协会的消息、教界消息，请咱家己来看。伫11面才有顶周奉献做领袖，若有错误，请兄弟免客气来向财务组来提出。以上报告，具体关怀大道，请牧师。咱今日有一位新朋友，是彩玲姐，做彩玲姐妹的朋友，唔知伊对倒位来叫做许玉缇，玉缇姐伫倒位，咱请伊徛起来，咱拍鼓仔，甲伊欢迎。非常欢喜，咱会当伫今仔日做伙来敬拜上帝，来听道理。咱来看具体大道。伫第8面遮薛丁姐伊即马人伫台北，因为伊最近讲有时强喘气喘袂过来，亚新因查某囝就真烦恼，就带伊去到台北，伫马街甲金色，看胸腔科、看耳鼻喉科伫找原因，求主保守。薛丁姐是真勇敢，但是伊也求主，互伊较轻松，毋通阁。一直为着这在受苦，求主保守。民序上嘛有可能，这2天会安排入院，做检查，伊的血也真低，低到剩60、70遐，甚至搁较低。有时就是精神无好，甚至因太太美惠姐讲，伊拢一叫拢毋知人所以这2天咱就。
密切观察啊为基础。好，其他的咱可能拢较了解吼。啊，徐萱姐昨昏讲有发烧，吼啊，求主保守，吼啊，伊去急诊，即马是有较恢复。吼啊，起薪就是佩纯吼，因夫妇有对美国转来，我一天就接到美国的电话，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伊讲迄是美国的号码，但是伊人伫高雄防疫旅馆伊住好住满14天，佫转来。台中，搁要住满7天，今日拄好第21天，伊讲21天，伊歹势来，讲21天拄好最后一天，惊大家欢乐的，所以非常谨慎。希望后礼拜咱会当看到，启新佩纯，因全家，搁3个囡仔，本来讲要寄户口，伫教会也是伫说尾有找到，所以要转去读这个笃行国小。好要注射足济美良盐巴青花剂佫有足济拢在准备注第二剂第二剂，所以咱为着这注射的特别听讲莫德纳第二剂会较严重求主拢保守无不良副作用为着咱选举这个要紧的事因为毕竟中级就是上帝托付伫独行来引带。大家爱当心，才有法度教会才有度骹步才会当迈进，教会才会当这个复兴求主复兴教会，互咱的心神、咱的种子安那奋起奋起，毋是奋起奋起的奋起奋起就是大家有迄个决心，讲好，咱努力来拍拼。我主要请咱做伙徛起来咱为着集体关怀，为着咱家己。心灵勇敢会当回应主的今仔日所讲稳定的话，咱做伙同心出声来祈祷。主，你来看顾阮的需要，医治阮的病痛，肉体心灵的软症。主啊，互阮亲像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祈祷一般样，互阮中间有侪对主的坚信，来亲密上帝，来显出伫圣徒中间的仁爱，来见证你的大权能，伫阮的社区，伫阮的厝边，伫阮的职场，伫阮的家庭。主，阮为着这来祈祷，求主你赏赐阮智慧启示的神，互阮的心目望主得到光明，互阮知影阳光的白，你所召阮的愿望是大到怎样？你的基业伫全地煞到永远，你的恩典，你的丰富。伫信主的人大到怎样？因为你捌对死人中国活，你即时坐伫天里，坐伫上帝大边。求主你赏赐恩典、医治，用你的疼来充满阮，来包围你的囝儿，互阮经历到主你丰盛的疼、丰富的主爱，互阮伫生活中为主做光灯。最光、最盐、最见证，愿咱的同心祈祷，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咱彼此来行平安礼，咱唔免耍动骹步，总是咱用一个温暖的眼神，微微的笑容，咱彼此来祝福。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信心。咱搁唱一解，唱较紧的吼，唱较活泼好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哈利路亚！我看见你来
主会听信心来听你。感谢主吼，咱来把这个听传出去吼，伫生活中拢保养主的听。上言514首，打马散花求主赐福。打马散花求主赐福，我心中上快乐。大家们亲爱负责，一根地主卡步，地主卡步，地主卡步，天过红野主传路，天光冠冕贵族性命，总欢心一人行行，真理传播百倍修行，是过为主最见证，最主见证，最主见证，无论道义最公平，教会分享对阮做起，所受灵魂那家己，阮的心心求主帮衬，那久那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不等充满通世界。阿门。愿恩典无限的主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福气、平安、圣神的感动引带，常常甲恁众兄弟姊妹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请坐，等到后才离席。